讲到这恐怖的活泼的时阵是真古锥，若阵抓出代志是起甲半烧死。伫咧高雄呢，有2个查某民众饲4只猫，今年初这主人去到北部佚佗，厝内面的猫因为去饲到这电磁炉的开关，所引起火灾。虽然这泉水系统有随压水，不过也造成大楼电梯的损害。目前这2名民众也获检方依照失火罪起诉。 猫仔将轻纱会当为灶骹遮尔悬的所在跳落来，伫高雄有2名查某因做伙饲4只猫仔。今年1月，主人到北部耍，厝内底猫仔煞饲到电磁炉开关来引起火警，好在在大楼后水系统启动，才无造成较大伤害。不过煞害大楼4台电梯都歹去，共一栋大楼的住户是食不满。上面有一个，它上面是没有炉具，但是它上面有一个板子，但不确定它是不是一个隔热加热板。 那有些人可能是为了不要让就是换大量的锅具，所以他可能下面买一个比较便宜的一个导热板，连它的那个钢索都泡水，就是会有锈蚀的问题。一些电子的设备，它那个都不防水，一碰到水就需要换掉。经过住户实际试验，因为即马 IH 炉拢是做感应的面板，有温度的狗仔甲猫仔确实真简单，就会饲到开关。即马小家庭愈来愈多，真侪民众拢会选择 IH 炉来使用。电器业者就提醒民众，使用煞爱会记得将插头拔起来，才袂发生事故。除非你每次用完就是要拔插头，拔插头。 对，哦，除了这样子，对，只能这样而已。像这种的话，你没有拔插头，你不会小心按到开的话，它这边你没有放不锈钢的上去，它是不会热的。对，它不会任何启动，它只会那边哔哔哔而已。目前这2位查某嘛，互检方以失火罪来起诉。虽然即马大楼2台电梯处理煞，不过阁有2台歹去，大楼管委会当咧甲住户继续协调处理。记者钟义辉、邱兆勇高雄报道。